来关心咱的国内，讲到这陆军269旅今仔日伫咧屏东进行联用操演，投入各种的战车、火炮武器进行实弹射击。陆军航特部也派出着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发射着海神火弹、火箭弹30连炮。空军 IDF 建国号战机也有参加演练。另外讲到这总统赖清德呢，按算伫明仔载会登来到台湾。就外国媒体报道讲，这中国真有可能伫咧拜6礼拜发动军演。也有专家是认为讲，这中国呢无排除含罗西亚指挥行动。放火焰大了后，就随立场 IDF 建国号战机车5出现伫屏东的空中，陆军269旅第3军基地开始联用操演，包括陆军航特部、空军拢投入兵力做实弹操演，验证协同作战的能力。战车炮射击精准弹着白色圆壳内面的目标区，扫落来，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入台发射海神火箭弹，增强大火力。陆军高速的主力战车小连续进场，用较大火力压制敌军持续对头前推进。现场的炮声无断过，浓烟一阵一阵冲出来。这边联用操演一大重点，各组的无级无人机参演，会当自主起降耐风6级，伫空中时间超过1点钟，作战范围到30公里，会当用伫山顶山坡花情感中随回团战场的影像。监察院其实有提出报告，说我们这个摩羯无人机的功能还有性能并不十分的理想啊，也就是说我们国军还要投入更大的心力在无人机的应用跟投入实战方面。在操演结束了后，真侪车城的民众是排队去伫山顶，动作真熟悉咧捡枪支壳，有的人佫家己准备吸铁，因为这枪支壳会当卖200块，互当地居民加减会当趁一寡。加减老人总统赖清德出访，暗算初6登来台湾。外国媒体路透社报道，讲中国恐惊伫拜6礼拜对台湾发动军演。国防部初5发布，侦找到中国军机9架次，其中6架次是超过海峡中线，入来到西南空域，加上7架次的军舰、2架次的公务船绕台。另外，国军嘛掌握到中国军舰辽宁号的动态。在俄乌战场，中共对俄国提出相关的这个外交，还有就是经济上的援助。那么在太平洋这边，俄国就出动海军来替中共就是撑腰，来展现他们所谓这种地缘政治上陆权国家的合作。针对罗西亚的畅水艦进正是出现在台湾东边的外海，苏志云分析，无排除中国军队含罗西亚做伙行动。罗德温表示讲，台湾必须防范中国，搁一摆演练封岛，切断能源进口的性命线。记者综合报道。